The U.S.-Ukraine Reconstruction Investment Fund。2025年4月，美國同烏克蘭簽署美烏重建投資基金協議，美國提供武器同埋投資，換嚟咗未來礦產項目嘅50%收益。2026年1月，Trump 政府直接逮捕咗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將佢送咗去紐約受審。We need Greenland for national protection. 與此同時，Trump 同北約秘書長宣布未來協議框架要買起格陵蘭，甚至乎不惜同成個歐洲反晒面。過去1年嚟講咧，阿 Trump 動作多多，除咗頭先我哋片入面見到啦，向烏克蘭、委內瑞拉同埋格陵蘭出手之外，其實佢亦都向巴拿馬同埋伊朗埋手嘅。究竟阿 Trump 呢個葫蘆買緊咩藥呢？嗱，呢一連串嘅事件睇落好似冇乜關係咁，當我哋理順去將佢串埋一齊，就會發現阿 Trump 佈緊一個世紀大局。嗱，而家呢個世紀大局嚟講咧，係關於貿易嘅。而類似呢個局嚟講咧，喺100幾年前嘅美國亦都曾經報過㗎。嗱，而家嚟講咧，將我哋時間線回到去過去嘅歐洲，自古以嚟啦，黑海北岸即係而家嘅烏克蘭南部草原啦，擁有非常肥沃嘅土地，亦都盛產各種嘅農作物，好似小麥啊、大麥啊、黑麥啊呢啲。所以啦，呢片土地嚟講啦，一直以嚟都係歐洲人嘅糧倉。亦都係歐洲主要糧食嘅產地。黑海北岸種出嚟嘅穀物，要運去古時人口集中嘅地中海一帶，係點樣做嘅呢？最有效益嘅就係走水路啦。而呢一條路線有一個必經之路啊，就係博斯普魯斯海峽。邊個控制住呢一個海峽，就可以向所有經過嘅船隻抽稅、收過路費。所以邊個控制住博斯普魯斯海峽，就等於控制咗糧食嘅供應。羅馬、拜占庭、奧斯曼呢啲古文明帝國，亦都極力控制住呢一個嘅海峽。但後嚟到19世紀，失咗個程咬金，美國出嚟啦。工業化嘅美國以極低嘅成本，規模化生產大量嘅糧食，而呢啲糧食又平又大量咁傾銷去歐洲，瞬間成個歐洲嘅糧食市場糧價大跌，導致好多歐洲嘅農民破產。咁過去一啲依靠農業出口嘅國家，好似俄羅斯、東歐呢啲國家嚟講啦，基本上面對一個嚴重嘅經濟打擊，最終導致呢啲嘅帝國崩潰沒落，成個歐洲重新洗牌。Trump 而家就諗住將呢個嘅劇本咧照板煮碗咁樣揼落嚟，即係穀物就換成咗石油、稀土、關鍵礦產。而佢同時間亦都係斷人哋嘅貿易路線。嗱，佢好似以前啲帝國咁樣壟斷關鍵資源，控制貿易路線，然後就想控制世界啦。嗱，第一個要控制嘅資源咧就係石油啦。委內瑞拉咧係擁有全世界最多嘅石油。2026年1月，阿 Trump 咧直接逮捕咗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將佢送埋去紐約受審添。嗱，接住咧，阿 Trump 亦都簽署行政命令。嗱，美國而家就負責銷售緊委內瑞拉入邊嘅石油。嗱，第一批佢已經買咗成50萬桶啦，收益放咗喺美國控制嘅帳戶入邊。嗱，啲錢係先經過美國，然後先再分，用嚟造福美國同埋委內瑞拉嘅人民。同樣喺2026年，美國再向另一個受美國制裁嘅石油大國伊朗開刀。今次佢仲話要充公晒全部伊朗嘅石油添啊！關鍵嘅資源啦，除咗石油之外啦，仲有稀土㗎。而烏克蘭正正有豐富嘅稀土資源。喺上年2025年4月嗰時候嚟講啦，美國同烏克蘭啦簽署一個叫做美烏重建投資基金協議。而呢個協議咧講到明啦，美國提供軍事支援，同時間咧俾埋投資你，換取啲乜嘢啦？就係換取烏克蘭新礦啦未來50%嘅收益啊！除咗烏克蘭有豐富嘅稀土資源之外啦，格陵蘭亦都有好多稀土㗎，有第8大嘅稀土儲存量嘅地方。而且仲有25種美國國防需要嘅關鍵礦物。喺今年2026年嘅1月 ，Trump 同北約宣布咗一個叫做未來協議框架，而呢個框架嘅核心就係對住呢啲嘅稀土資源啦。好啦，控制晒啲資源之後咧，第二步就係要控制貿易路線啦。嗱，呢度咧有3條貿易路線咧要提一提嘅。第一個就係巴拿馬運河。
阿 Trump 喺2025年1月一上台咧，就話大聲咁樣話要收翻巴拿馬運河喎。My administration will be reclaiming the Panama Canal, taking it back. We're going to take it back. 嗱，佢要求美軍要制定呢一個嘅駐防方案。嗱，2026年嘅1月啦，巴拿馬最高法院咧就用違憲嘅理由撤銷咗李嘉誠對於港口嘅特許經營權啊。巴拿馬政府直接接管咗呢一條嘅運河。阿 Trump 話呢一個係國家安全喎，實質上控制貿易路線。巴拿馬運河點解咁重要呢？因為佢係南美啦同埋亞洲嘅貨運命脈。巴西嘅鐵礦石、南美嘅農產品，基本上要運去亞洲嘅話咧，都係要經過呢一度嘅。但運河1年嘅貨運量咧就已經達到2700億嘅美元啦。佢亦都同時間係連接住太平洋同埋大西洋。嗱，美國嘅海軍無論西岸去東岸、東岸去西岸，除咗北極同埋南極嘅航道之外，基本上都一定要經過巴拿馬運河。所以佢喺軍事上亦都佔據住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地理位置。第二條重要嘅航道就係北極航道啦。我哋首先要睇翻成個北極圈嘅情況。呢幅圖啦就係大概40幾年前1980年嘅北極情況啦。嗰時候咧並唔存在所謂嘅北極航道㗎。點解呢？因為未融冰咯。但係隨住全球暖化，北極喺度融緊冰啊。喺過去短呢個40幾年入面，成個北極嘅海冰面積啦係減少咗超過30%。呢個咧亦都係逐步打通成個北極航道嘅主要原因。嗱，貨物咧開始可以由遠東地區啦運到去北歐，或者再經過格陵蘭運到去北美㗎。邊個控制咗格陵蘭，就等於控制咗成個北極航道往北美嘅門戶，戰略意義非常重要。而第三個關鍵航道咧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啦。有幾重要呢？霍爾木茲海峽係等於成個中東石油同埋天然氣嘅咽喉，佢控制咗全球嘅20% 石油同埋天然氣嘅進出口，都必須要經過呢一個海峽㗎。邊個控制一個峽，就等於控制成個中東嘅石油資源。嗱，除咗呢個石油資源之外啦，霍爾木茲海峽其實亦都牽涉咗一個 Trump 重大嘅貿易部署㗎。貿易部署係啲乜嘢呢？就係一個叫做古印度香料之路嘅一個戰略部署。咁呢個嚟講咧，就阿 Trump 上台之後嚟講啦，佢就想貫穿印度、中東同埋歐洲呢個經濟路線嘅，嚟制衡中國嘅一帶一路貿易路線。呢一個嚟講咧，其中一個不能繞開嘅位咧，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啦。原因就係由印度經過霍爾木茲海峽進入阿聯酋，再經沙特去以色列，再出地中海㗎。咁呢一條路嚟講啦，貿易咁重要，當然霍爾木茲海峽係個必爭之地。Trump 控制住呢一啲關鍵資源同埋貿易路線，就好似古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控制住博斯普魯士海峽咁樣，完全係掌握住一個主動權啊。Trump 亦都講到明，呢一啲唔係佢對其他國家嘅援助，而係一個投資。而其他國家嚟講，亦都係一個還債嚟嘅。嗱，呢度可以完全見得到 Trump 嘅野心。Trump 係想坐喺貿易路線上高，坐定粒六咁樣收高稅、收過路費。嗱，過去嘅谷物時代已經過去咗㗎啦，但係控制住關鍵資源同埋路線呢一個嘅邏輯係一直冇變過。嗱，過去美國嘅小麥洪水沖垮咗成個歐洲嘅帝國，今日石油啦同埋呢啲嘅關鍵礦物資源呢一啲嘅洪水，再加埋美元呢一個嘅特大洪水，正正喺度重塑緊成個世界嘅經濟格局。Trump 一啲都冇亂嚟，而係將過去嘅歷史書本上嘅知識直接應用喺2026年嘅今日，重新呈現喺大家嘅面前，重現喺呢一個嘅世界面前。而你又睇唔睇得到呢？